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1月2日公视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陈真。咱先来看今仔日的新闻重点。高雄国际界本所山花旗主嫌就是公山碧凤里的里长，理由在爸仔囝，目前已经羁押禁见。美国提出和平计划，乌克兰强调应该未接受。罗西亚呛声，若唔答应，就会继续烧战。日本福岛核灾了后，台湾是禁止进口福岛5县市的食品。若2002年有开放带条件进口，即阵是宣布全面解禁。今年咧进口日本食品检验拢是合格，不过要是有验到一寡产品有验到辐射，第一是占上侪。日本福岛核灾2001年发生到即阵已经超过14年，国内一开始先采取禁止福岛5县的食品输入，经过11年了后，伫2002年解释风险管理，要求福岛5县食品要检附一个辐射甲产地相证明，有条件输入。过3年，决定全面来开放。考量全世界的一个管理的机制以及科学的基础之下呢，今天宣告呢，日本食品回归常态的管理措施。14年来检测日本食品超过27万件，全数合格。不过，有关有微量检出的品项，以地类上最152件，占0.02%。今年微量验出3件，包括抹茶、母菇，也有香菇，拢毋是出自福岛5县。福岛5县对111年有条件开放，是微量来验出4件，以日本的含质酐每公斤41.8倍克上悬，不过依然无超过标准。设137，它半衰期就高达30年，所以还是要很小心。在国际上有新的证据说有那个辐射的余力，我们的食安政策就要重新检讨。尽管无超过标准，不过医师委员认为应该小心，并且随时检讨。因为即阵国内检验量能去安徽的盘算达到4万件。国研院还有那个辐射侦测中心，先就这2家实验室加起来的话，我们都还有3.8万件的量的。食药署他们也有实验室2000件，所以这样整个 total 加起来还可以有4万件。福岛核灾到即阵以往影响，除了陆上辐射污染、排放含氚的废水，也引发污染水产品的疑虑。福岛第一核电厂第17结束第16批次含氚废水排放标准，即摆是19天的时间。根据核安会监测，局部扩散到关岛西北方海峡。对去年起，国内采检超过16000件样本，拢无辐射各样情形。记者综合报道。在地新闻，高雄月世界附近的山坪，互偷倒几若百吨的粪扫，后来伫咧产料嘛有发现粪扫山，应该是共一个业者做的侥幸贷。花旗主嫌就是公山区碧凤里里长爸仔囝。查扣重型货车2台、环保车6台、轿车1台，经检察官讯问后，认李某父子及苏某、施某涉犯废弃物清理法、组织犯罪条例等罪嫌，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里长爸仔囝的公司开伫咧高雄公山，因伫晏昼做工厂囤废弃物，可能就是里长叫司机去月世界偷倒粪扫。目前里长爸仔囝在内已经有4个人受押。根据了解，这里长开的公司违规囤废弃物引起大火，捌互罚10多届起啊！那民进党的党部已经决定要开除这个里长的党职。同款是废弃物的新闻，来看台南后壁乌树南园区有囤真侪，但那是洪灾拼出来废弃物。市府本来是打算明年要再走，想袂到昨暝是规片烧起来，到今仔早起才控制掉。大火伴随高烟一直冲出，火光点到暗暝，也好附近的住户心惊胆寒，因为电风早的时间，这个洪灾过了后，放大量废弃物的所在，捌有过火警。我们也跟中央的那个环保署也跟他们提醒说，这里曾经有火灾的经验，请你们一定要注意。结果我提醒了，那昨天它就发生大火，我们这边居民跟农民，我们的权益你们都没有顾到，就这样子。到2早起，拢也当看到燃烧火光现场一直冲出烟，火警发生伫离暗，烧的面积大，又搁伫风势助长之下，增加拍火困难。现场的燃烧面积初估大约有3000平方公尺哈。那目前已经燃烧的部分，我们已经去做一个有效的阻隔。火灾也因为风向影响真侪行政区，
火警无偌久，台南市环保局提醒后壁区、东山区两营区等14个行政区，设立火灾影响空品，22早起空品影响到后壁区、两营区、东山区等6区。在下风处来做这个空气品质的监测哈，那目前的空气品质都是普通啦。那但是我们还是提醒这邻近的行政区域的居民哈，让他知道了这个火灾的事件，来提醒他们做好自身的一个防护。台南市环保局表示，这废弃物拢是台南市风台过了后，因将厝内清出来的废弃物，未少拢是炒造的，也是厝下。估计现场大约对于20多栋，已经办理发包要气化。降低居民的烦恼，只是还未气化完成，就先引起火警，也无怪电风会掉较长地。公视新闻采访报道。来看国道1号上北台中大雅路段，昨暝10点外有一台拖拉机失去控制启动护栏，驾驶掉伫咧车内底。那副驾驶是规个人飞出去，不幸死亡。车祸详细原因，警方等咧调查。大货车车头甲后车斗规个落落去，拢变形。风浪着的高速公路隔壁甲护栏，一大片也拢破去落落来。离暗时10点外，这台大货车经过国道1号上北176公里，台中大雅路段时，不明原因失去控制，并且直接启动着外边的护栏。最后大货车正边的车身也有车链卡伫护栏顶面，才停落来。行驶于中线车道，不明原因失控自撞外侧护栏及隔音墙而肇事。事故造成无男受伤，送医救治中，令车上乘客詹男82年次抛飞于外侧边坡，已明显死亡。消防队接报了，赶到现场来救援，先利用破坏器材，甲掉伫车内这4、5个司机甲救出来送病院，救援性命正常稳定。也来警消伫现场伫找相关的事迹时，伊阁伫边仔边坡发现红摔出车外4点的乘客，不过现场已经明显死亡。救援是无法度确定是不是因为疲劳赛车才造成车祸。若精神不济、打瞌睡或分心，容易自身未注意车前状况而肇事。若肇事致人重伤或死亡，将受吊扣或吊销驾照之处分。警方讲，这车祸造成后壁的车踏超过1公里，因为4点的乘客摔出车外，是因为弄一个伤大力，也是无甲安全带，也搁在调查。因为这场车祸造成事故原因，警方也伫调查。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国际新闻，台湾要全面开放福岛的食品，那日本是要甲核电停放。尼基亚克肯的县府已经同意要甲当地全世界上大核电厂停放，互议会来表决。那假是通过，这也是3.1亿核电以来，东亚电力公司头一座恢复运转的核电厂。日本时下关地事发解释英伫记者会宣布，伊会批准重启当地世界上大核电厂，北极怪虎核电厂的2座反应炉，搁请求当地议会伫12月7日决定监视认可这项决策，当作是对伊家己的信任投票意思负责。私としてはこの判断を行ったこと、そしてこの判断に沿って今後知事の職務を続けることについて県議会から信任または不信任の判断をいただきたいと思っています。北极怪物核电厂花过新社北极市甲怪物村有7座发电机组，1985年9月上传了后，才做全球上大核电厂。3亿一大地动了后，北极怪物核电厂应用中央政府政策全面停止运转。新社关议会过半席次由执政党自民党掌握，有了会支持花甲的中启决定。花甲杨济强调，中启核电厂对地方社区来讲是真严肃佮沉重的议题。这项中启计划经过7年的评估，希望议会会当慎重处理，搁指出居民的烦恼、安全措施甲紧急应变，永远是关键的课题。これまでの国や東京電力の安全対策、あるいは防災対策に関する取り組みが県民に十分認知されてない状況が判明したということ、そして、こうした対策について認知度が高くなるほど、再稼働に肯定的な意見が増える傾向というものを把握できたということ。花甲也指出，北极怪物核电厂的6号甲7号机组已经通过日本核能主管机关原子能管制委员会检查，也加装15个照管、海中防护墙等安全措施，这是中启运转的先决条件。福岛第1核电厂2011年因为大地震引起的海中造成炉心运毁了后，日本全面停用核能。炉尾已经有14座核反应炉实施严格安全标准了后恢复运转。
日本是全球第5大利用化团排放国排伫中国、美国、印度甲俄国之后，政府希望降低对进口化石燃料的挖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支持中期更较侪核电厂，以强化能源安全，佮降低进口能源成本，也佮犹原受到反核人士反对。那北极怪物核电厂顺利伫明年3月运转，也是2011年当日本大地震以来，东京电力公司旗下头一座恢复运转的核电厂。公司新闻更完强评议。美国提出的乌克兰和平计划真大细心，那要求乌克兰东部防占领的领土爱挂予罗西亚，而且嘛爱减少部队的军备，嘛爱就抓永远袂加入去北约。虽然乌克兰强调因也未接受任何条件，不过罗西亚总统普京已经呛声，讲乌克兰若唔答应，战争会阁拍落去。美国提出28点和平计划草案，内容包含乌克兰必须放弃克里米亚，也有顿巴斯这占领区，大幅缩减部队甲军备，排除北约伫境内派出和平部队，并且伫宪法写立乌克兰永远未加入北约，8日来重新大选等，来换取美国提供安全保障。罗西亚是甲欧洲签署互无侵犯的条约，并且会用重回8大工业国，搁再转来到国际社会。乌克兰民众认为相关的条款敢若像必须乌克兰领导主权。Це повна капітуляція, як на мене. Тобто там такі пункти, як здача Донбасу, признання другої російської мови, це капітуляція повна. 罗西亚总统普廷真罕的正面回应美方的草案，讲这份提议应将做谈判起点。不过，伊也警告呢，乌克兰固执对话，罗西亚伫其他战线会搁再进行最近伫库皮扬斯克的攻势。专家认为，莫斯科用意是要压迫乌克兰伫谈判让步，嘛要切持美欧阵营的团结度。Если в Киеве не хотят обсуждать предложение президента Трампа и отказываются от этого, то и они, и европейские поджигатели войны должны понимать, что события, которые произошли в Купянске, будут неизбежно повторяться. 对着外界质疑，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搁再讲未接受任何损害乌克兰利益的条件，不过愿意提出替代方案，避免和罗西亚指控破坏和平。乌克兰也呼吁美国甲欧洲保持一致，避免和莫斯科就无同嘅意見擴大戰事。Я буду наводити аргументи, я буду переконувати, пропонувати альтернативи, але точно ми не дамо ворогу приводів сказати, що це Україна не хоче миру, що це вона зриває процес і це Україна не готова до дипломатії. 乌克兰罗西亚战争已经继续3年多，和平方案虽然受到大家的关心注意，不过各方立场差距依然明显。安怎伫主权、领土甲安全中间找到平衡，会决定这份美国主导的计划是不是法度真正来推动停火。公视新闻陈慧琳、钟建光编译。镜头转来国内巴士科体17、18定案，台北市府和成功征收完成合意解决。市长蒋万安讲，希望过年之前会当和回答签约，并明年动工。我们开过无数次会议，但在第一次会议，我就和李副长我说，我们只许成功，不能失败。台北市长蒋万安在去参加2025年 CBMC 台湾年会城市论坛，以即稳准成功无稳准失败形容争取回答进驻巴士科的决心。拖少几个月时间回答海外总部，踮伫巴士科 T17、T18 总算确定啊。母公司来新成功金控利益替新手发出档信，当时会通过甲台北市政府合议解决。非常感谢星光人寿昨天和我们台北市政府顺利完成解约协议。当然，接下来我们就会进行包括土地计划变更以及设定地上权相关的作业。也希望最快可以在明年农历年前顺利和辉达完成地上权的签约。那希望在明年中的时候就可以顺利动工。蒋万安也进一步表示，包括 T3、T4、T12，加市区域地区到整个台北市，未来对产业战略规划，政府一定会用更较悬的角度、更较长远的眼光来做规划。有机关点出巴士科后手交通配置，甲未来进驻厂商对绿电的需求配置，拢需要市府同步规划。包含交通的配套，辉达要申请都市计划变更，以及
面对韧性电网的建制，还有未来进驻厂商对于绿能绿电的需求的配置等等的问题，都需要北市府做通盘检讨，事先规划。那新售的解约，它其实没有附带任何的条件，我们就44亿就尽快还给他嘛。好，那接下来要做的是重点就是设定地上权，还有尽快跟辉达签约。针对外界关注乡下论坛进度，台北市副市长林奕华透露有2个基点时间点，但又拢是伫12月下旬。当甲上海方面讨论，周万安表示，继续甲上海方面沟通协调，保证也有真侪行政细节还未确定，一旦有具体结果，会甲大家做报告。公司新闻采访报道。立法院3读通过恢复公投白大选，公投案公告宣誓了后，3个月至6个月内爱办投票。这段时间，若拄好有全国性的选举，就要办伫咧同一天。投票所排到落长，阁有人拿排队投票，拿用手机看开票。2018年9合1选举，迄当阵10个公投案做伙投票，造成选务的乱象。立法院2019年修法，互公投和大选脱钩，固定每2年一摆。但是今年823+3N1的公投，同意票高达74%，落尾嘛是无过关。民众党团阁提公投法23条的修正案，互公投北大选阁一摆回归。公民投票法第23条条文修正通过。从民主进步党执政以后，把公投跟大选分开来以后，请问有哪一次的公投是顺利可以成功的？在南北党团的主导之下，公投法修正案21在立法院3读通过，明定主管机关应该在公投案公告成立了后的3个月开始到6个月内举行公投。期间内若是有全国性的选举，应该共一天来举行。民进党团是阁提修正动议，公投前一天嘛应该休假，让公民有准备的时间，但落尾是让南北好决。现在蓝白委员的席次比较多，硬要通过会通过，选务不堪负荷。到时候造成的混乱，谁要负责任呢？当来看公投法的历程，在公投大选脱钩的第一摆投票，2021年4案逆时相转，反来伫公投北大选，天然气的接收站爱离开海草大的公投拢无过关。2022年18岁公民权的公投嘛无过，但伫搁较早公投北大选的时期，2018年10案公投，包括反空污、非民法保障、工程做伙生活、废止电业法、规划家园条文等7案通过，当然证明等3案无过。投票率的多寡，其实跟绑不绑公投其实没有绝对的关系。我们看以往的这个资料，议题的被关注度的高低，才会决定真正的投票率的高低了。对公投北大选搁一摆开放，中选会回应讲，会审慎积极来研究选务规划，依法办理选务，维持选务运作安定和顺利。相关预算的编列嘛会照往例来办理。记者综合报道。教育部已告校事会议相关修法，要确立校事会议处理的干那无适任的教师，未来袂阁开时间处理无签名、无证据的申诉。另外，当事人接受访谈的时，会当请辅助人到场，确保权益。小案大办乱控诉不断，教育团体伫呼吁好好来正视校事会议隐性问题。教育部2月正式预告相关修法，整定亲师生沟通有风气势，明定这个受理决定处理的规范，删除稳重姓名检举例外规定。部长伫应邀伫理伫台师大办理的教育学术团体联合年会前受访，搁再讲到修法了后无受理稳重姓名检举，是希望回归民主法治。老师有不当，那我们应该这个勇于依法来这一个检举投诉，但是不应该躲在这一个看不见的一个地方去做无的放矢，这是我想这对民主教育、校园的民主也是一种伤害。陈永尧指出，草案明定校事会议爱处理的只有无适任教师，也新增加辅助人，保障当事人访谈的权益。对着有过修正版本，全教总认为会使减少部分乱控诉，严格解读聘用反用科学办法，就算无够解读聘用的情况，依然有调查程序。这个修案大办意外上款。另外生出一个这个考核办法里面的一个直接派人调查，而且那个调查一样是要2到3个月，不会去改变这个小案大办的一个状况，就显示说他不相信学校嘛。郭告明支持肯定这摆修法，不过也认为讲，是不的状况依然拄到一上就调查的情况，将受理移到教育局处委任的小组去做处理，那这样可以快速，那么设计一个检核表，就能检核说小案大案的一个问题。
对国教民的主张，加受理刷到地方局处委任的小组来处理。陈永尧认为讲，因为牵涉教学的专业，也是留伫学校比较适当。也立法院教委会排定临时公听会，陈永尧讲，听出各界意见了后，纵观考虑，年底进前公告修法完成，应该是无问题。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今年的全国语文竞赛，11月23日台中起稿，全台湾拢总2580个位选手参加。今仔日安排选手预演甲试练，未少人是早倒来看场地，把握时间练习，希望明仔载会当有好表现。人讲一粒米，百粒汗。时间到。学生囡仔上台练习，因拢是为着今年的全国语文竞赛做最后的准备。今年全国语文竞赛伫台中举办，22即日先安排预先演练。有学生表示，准备比赛过程会当熟悉无同的语序分法，了解无同地区的台语讲法，真趣味。有学生讲，阿嬷就是伊练台语上好的老师。生活中有在讲台语，毋过参加这个比赛，你会使熟悉到愈难的词，或者是一寡愈深的台语语法的用法安尼。亲像布袋戏，人红啊，迄个都有人讲演西嘛，有人讲演书，啊，都是无共种即个理解的方式，啊，都有无共款的即个讲法。我的阿嬷台语足够的，所以即摆比赛的时，我会甲伊练习，伊就是我的老师。主办单位台中市政府表示，今年有来自全台湾计共2585位选手参加比赛。今年台中市以文学地景做主题，布置多文导览区，希望让大家感受，其实文学就存在伫生活当中。我嘛设计真侪甲文学、甲咱阅读有关的部分，哈，咱来做一个文学地景，来介绍给所有来自全国的竞赛员跟他们的家长。除了文学地景的主题介绍，现场嘛有传寄福卡片予参加的学生写，予学生下完，希望透过这个安排，予学生会当放松心情。第23个正式比赛，拢会当发挥实力，用家己的语言、家己的腔口自然表达，展现台湾多元语文的底子。记者杨淑晴台中报道。天气玻璃仔，最来关心下半晡的温度。北部地区20度到24度，中部地区20度到28度，南部地区22度到29度，东部地区20度到27度。外岛地区17度到23度，各有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你收看今仔日下晡新闻，我是陈怡真，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